年初一到初五，马街节目请好看。早晨头7点，白银酿新村。下晝頭3點，新村音樂響演。暗晡頭9點，哈哈音樂會。暗晡頭11點，歌舞報新村。昨年27暗晡8點，村民大會，海外行人轉來了。客家電視祝新春快樂，龍年行大運。